台湾的诈骗是真长手，手法嘛求新求变。高雄地检署今仔早起公布讲，最近掠到4件诈骗洗钱案，有假投资，有用虚拟货币洗钱。受害的民众唔但只有台湾人，嘛有中国人，计共至少有800多人被骗，金额有上亿。 价值上百万的红色跑车顶名车，佮有满桌顶的名牌包甲百万名表，拢是嫌犯用不法手段购买。高雄地检署初三举办扫恶工课精兵2号联合记者会，公布检察官主动侦办的4件诈骗洗钱案件，受害者包含中国人在内，至少有800几人。查获的犯罪所得将近有6000多万，未来或许我们可以透过司法互助或者是两岸互助的一个模式。 我们可以把大陆地区被害人的他的损失，加以赔偿。地检署统计4个案件的洗钱金额加起来超过5亿，不法所得大约2亿。第四种支付虚拟货币顶较歹对诈的管道，落互因摕来做诈骗甲洗钱的管道。为此，高雄地检署成立查缉新兴犯罪专责小组，成果袂歹。检察总长邢太昭特别落难勉励办案的检警。上这个溯源追查主犯同时也这个积极的向下剪除这些经脉的流向，彻底把这个犯罪集团的上中下游都把它摧毁。相关案件经过1年到2年不等的时间追查，总算将主嫌拢总抓到。检警会继续追查是毋是还有其他的受害者，还是涉案的人，希望会使将这寡犯罪集团全部抓起来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